果係行大街咧，就沿住呢條巷再入嚟，即係一德路咧行過嚟呢個地方。呢兩邊咧原本都係教會以前修會嘅地方嚟嘅。咁入到嚟教堂56號，原來係石室教堂，哥德式建築，最靚就中間個玫瑰玻璃。好高嘅兩個塔，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嚟嘅。因為我係香港身份證，咁咧就批准我入嚟。呢個咧應該係以前嘅教會嘅一部分。咁呢個大門口，教堂前面嘅廣場。主教府仔左手邊、右邊有修院聖心堂神父樓。門口右手邊入嚟就係呢個舞蹈班嘅地方。耶穌喺上邊都幾好玩啦。右手邊有間古色古香嘅屋，係德華圖書館。出返嚟睇到教堂側跟嗰條路，遇到一個初學修女，準備做修女嘅。咁佢話左手邊嗰啲咧先係佢個修會住嘅地方。終於嚟到聖母岩啦，真係好啦！之前嚟過一次，而家再嚟，可以喺度念聖母經。聖母山嘅側根就有一座樓，呢座咧寫明就係神父樓啦。神父樓原來係1930年㗎啦，建築到而家。側根就係有一個橫門。呢個聖母山望過去咧，呢一個玫瑰窗，今日陽光普照，非常之好。頭先初學修女咧講佢係住喺呢一邊，可能就係呢座聖心樓啦。聖心樓後邊有座新啲嘅建築物，係有一個好大嘅聖母像嘅。嗰個好可能咧就係初學修女咧嘅宿舍嚟嘅，同埋學校嚟嘅。呢度係聖堂嘅後邊，嗰啲飛符被伸出嚟，睇得好清楚。
一路咧都係花崗岩，所以叫石室聖堂，真係冇乜錯。聖堂嘅另外一邊，喺主教府嘅門口對出嚟，就可以入呢個教堂主持彌撒啦。由左手邊望過去，呢度有個字樣清楚得多啦 ，Roma 羅馬1803年。右手邊有 Jerusalem。流水孔好特別。
主教府嗰條路，影返出去個教堂，睇得多啲。呢度係旁邊嘅位置，一路咁樣入去，就會係主教府嘅地方啦。有個大嘅聖像，聖心愛火。